25年前我看嘅電視劇版《尋秦記》，我喺讀歷史嘅氛圍下睇畢整套電視劇，我可以慢慢睇我嘅喜歡英俊嘅古天樂。這也是我這生人學業成就最高的一刻。25年後再看《尋秦記》嘅古天樂，的確老咗好多，但佢始終係我最喜歡嘅古生。20年後嘅《尋秦記》，古雙嘅師徒戲咁啊好多。至於25年後嘅林峰，演技係有進步嘅。川7年前的秦皇是表情誇張，25年後的秦皇是目孔木面。由於電影嘅劇情篇幅有限，所以故事我覺得不夠完整，結局更係爛尾。這反而有條件推出電影加長版，令故事完美一點。這係一個好愉快嘅25年後穿梭之旅。今年2026年，我已經係39歲尾啦。看25號嘅《尋秦記》係有懷緬25年前嘅《尋秦記》嘅，但呢種懷念唔係會讓人感到哀傷嘅那一種。呢一次很放鬆，劇情也好笑。